那地动啊，这厉害啊！哎呦，我要惊死！我奇怪呢，咱若拢徛无啥着，我头边啊倒球哪徛啊遮尔条呢？嘿啊，哦，伊啊拢无解着呢吼。嘿啊，夫人啊，这这件代志敢若去甲老爷讲呢？袂用的啦，你三八的，我来讲，这款代志袂用的传出去，嘛袂用互老爷知影，会知影无啦？啥代志袂用互我知影哈？无啦，老爷啊，我哪有讲啥物代志，无互你知的对无吼？免想要骗我，拄则恁咧讲话我拢有听到。哦，我煞毋知你暗中想要上倒酒甲挂嘴，对毋对？无啦，阮是伫讲吼，哦，住地动呢，哎哟，安尼害呢，嘿啊，哦，一直害呢。阿娘，我看你是咧发烧啦，当时有地动，无你问伊啊，当时有地动？是啊，有啊，当时有地动，阮迄拢毋知影。你拢毋知哦？啊，这嘛咧奇怪咧。安尼我知影，这个倒酒一定是海陵王囝婿来转世，要若无你是安怎甲赶伊就会地动？黑白讲啊，我哪有甲赶啦？你哪会讲安尼啦？阿娘，你莫搁大演戏啊！阿娘，我甲你讲哦，迄倒酒的哦，毋通甲得失咯。啥若袂用去得失的？对，你拢无感觉呢。你若甲赶，还是甲扣一个吼，就会安尼地动。这可见就是海陵王伫咧保护伊。阿娘，我甲你讲哦，以后若甲倒酒徛同边啊，我以后你若个吼，个失这个得失了这个倒酒吼，我要甲你计较哦。夭寿死囡仔咧，夭寿死啊！你即摆你讲话，你是甲啥物人伫讲话哈？你这啥物态度你啊哈？你看我清楚啊！你目睭8号金啊！我是你阿娘呢，你是我生的呢。有影我煞袂记得啦，歹势。啊是讲奇怪咧，我做你的囝足衰呢。我心肝是红啊，你的心肝哪会受污染啊黑色的安尼？好啊，甲我点你，我警告你哦，后摆你若搁甲倒酒做伙哦，我喊你身上拢挂嘴，我离你这囝。阿某诶。等你这长风火头，性地莫遐尔大啦，小气者。讲正经诶，我倒酒无你想遐尔歹，考虑者啦吼。无啥通考虑啦，我你讲啦，你甲倒酒讲啦，好啦，今仔日吼，互伊住伫迄间茶房诶，要毋过你甲讲清楚哦，你有甲大帖，不准伊踏入来一骹步啦。好，今仔日准讲吼，我写死，我救济伊，安尼会用诶袂？叫伊毋通当我面头前挨我诶目啦。阿娘，当然是好呀啦，来先看你坐着无？迄一间厝安尼写是安尼敢好？哪会毋好？我甲你讲哦，一间茶房互伊住，写是袂歹啊啦，是要搁惊啥？我是讲去互迄地动惊着呢，要若无吼，含一间茶房，我就袂当互伊啦，有听无啦？我警告你哦，你甲我听清楚哦，吼，你吼若搁甲伊做伙吼，有啥物代志你家负责哦。你毋通怪讲安娘话无甲你讲哦清楚哦，有听无？哼，啥？点啊？这袂当会一个人看个。后姐，安尼要安怎？我哪知？无你药啊？奇怪，哇，一寡家具拢弄倒了。哎哟，哇，伊啊拢甲当做台湾哦，这地动吼，会免讲前我即时甲即摆吼拄着上大地动，吼。这款厝安尼，家在无啥状况，拢无啥咱物件落来较要紧，啊若无就着伤啊。我遮大地动，即碗糜阁无车倒，这正讲哦做天公疼好人，要若无我就饿死啊。所以讲哦，咱若有当时咧地动的时吼，拢唔免惊，啊像我安尼，拢莫甲伊摇，装进筑墙，处变都不惊啊。后这爸，你要创啥？不是。都好啊！你若娘甲讲你遮有地动，哪有啊？哦，地动哦，地动会嘛会，尤其是阮迄三妈哦，哦，伊迄大脑壳啊，伊安尼休了到地哦，唔则安尼依山倒海，好啊，变着才会地动啊！这就奇怪啊你！迄无啥好奇怪，伊是伫个地动尔呢，伊你每若较大声来哦，有当时啊山崩地裂都会哦。就是安尼花咧。你头仔都无看，哦，阮阿娘哦，惊一个就咧王告白咧。呀，
哦。哎呦，刚刚呢哦，我可怜嘞，哎，即摆吼讲拢袂甲你赶，惊一摆甲我赶出拢无爱甲你赶。真欢喜的。爹叫阿爹甲你讲，你这你放心啊，带落去。那恁安尼啊代志，我会处理吼。哦，啊是讲，后这爸，真正毋是我咧晚辈吼，咧讲你这前辈的代志啦。啊，事实讲起来，你嘛毋通啊惊某，啊袂输敢若讲就将你校长的这个身份拢第一等的边啊呢。毋是讲我惊伊啦，你知影爸岁头60外对不对？啊，惊啊惊无简单，惊的这个中国的，愿意甲我斗阵，啊若要搁吹，吹啊，我毋知忍耐，哦，安尼我知啦，你算讲爱有一个老伴就对啦。啊是讲阮阿娘这边是去互地动惊着，才会讲无要赶我出。啊，毋过后摆若倒一条筋，搁去互破着的事吼，啊若要搁甲我赶出，我要安怎？这都叫做你放心，我即摆拢我伫你这边，我头拄仔甲伊在前3公斤咯。了嘿啦好，伊即摆拢袂甲你赶，而且吼讲即间别庄要啥事哩，拢要互你。恁兜拢总迄哦，做正新互人1、2、10栋，才要分这间材料啊花。讲诶后壁啊，迄2年含这2年先煞要互你啦。 2年含1年还要好。嘿嘿，不要紧，明仔载开始吼，啊，这间厝甲含1年，我来登记拢名登记你的。哦，安尼你即摆就大地主啊，搁大厝主咧，无简单一间别庄算了，搁2年含1年咧。哦，恭喜恭喜，我要来去。今仔早，无如果恁咧三妈搁甲要准了，吼2年拢会登记互你啦。我大地主，我大厝主，2年含1年，我食遐含钱，要食就家己煮，食到放屁啦。阿娘。 什么地当的事你也跋倒去哦？你生甲你这个囝实在是有够可怜呢。人1、2、10栋的正新互人，我才分一间茶寮啊。啊，百几家的田园，我才分2年含1年。我无拍拼，我袂赢。阿娘，你著爱甲我保庇，我可怜，我歹命，我歹迄落。相公，你是安怎哪会咧靠上比男女体？我看得足无写实。 莫上讲啊！我真正即阵啊，拢上去啊！我心情足歹啦。现在哪会心情歹？我煞毋知影吼，就是因为伊这，哪有加即个出来哈？即个是啥？煞毋知安尼，我等阮兜啦。阮表小妹听着讲，我有相公专工要来看你的啦。啊，你来看我的啊？谢谢啦。我紧啊。对啦，啊，你讲我做要叫人来还即间厝，哪拢还袂动工？有啊，我都有准备啊，嘛爱资金，有够啊，搁爱请工人啦。对，有影，一定爱资金有够。来，遐坐啦，遐坐。来，坐。我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，我要甲恁请教。因为恁口伫外口伫咧走跳咧对哇。奇怪，阮迄个三妈讲做一个梦啦，梦见着迄水龙中内底有迄神来甲伊托梦，讲做吼，我前世人就是迄海陵王的囝婿。你看，我敢有生海陵王的囝婿？我即型的。哦，这哦，那这我来学，我以前捌学过相命，我来看。那照你的五行哦，照你的面相，甲你看起，哎呦，足像的啦，足像海陵王的囝婿，投胎转世，哈哈。啊，我讲有耳珠哦。啊，对啦，安尼我知影啦。你一定吼前世人是海陵王的囝婿啦。阮这世人，阮兜吼是服侍海陵王的呢。你服侍海陵王的哦？也是咧哦。咱有缘才会见面啦。啊，对啦，那这支吼。就是海陵王的灵柩啦。吼，啊，恁服侍海陵王就爱放一个龙柩哦。嘿啊。安尼甲阮兜服侍地阿公共款，阮服侍地阿公拢放一支鲨鱼店。我听人讲吼，若是前世人是海陵王因囝婿吼，啊举这支龙柩，啊你想讲要爱啥物话，啊家念咒语，就有啥物呢？有影，安尼我试看咧。我想要爱，好，咒语，咱无，菜拢无，咱无。你即摆是咧念啥呢？念咒语。无啦，你毋着爱吼诚心诚意啊讲你要爱得啥物物件，啊咒语毋是讲干那咒语安尼就有啊啦，爱念五柳上公车。有溜的拢嘛流水的，哪会迄落溜起来搁上头车？毋是啦，上公车。哦，有溜上公车哦。嘿啦。倒叫的即摆是想讲吼，即间茶房看会当变做足大间的大遐厝无？急二路零，五柳上公车。奇怪啊，我哪会安尼头壳直晕起来啊？啊，搁有药仔味。啊，你目睭揢目睭八斤就好啊啦。目睭八斤就好啊。迄火药味足重的。咱哪走去遮来？遮是倒位啊？这是恁兜。